话语，用我们安静的心，再次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跟生命的祝福。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赞美的诗歌，用信心的祷告，一起来经历神。神爱我们的心，神喜悦我们的生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能够用生命来赞美主，用我们的行动来实践神生命在我们当中的应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在赞美中信心不断的升起。当我们愿意用赞美的诗歌来向主献上祈求的时候，我们恳求神来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主。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赞美中信心不断的升起，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
是赏赐丰盛的主。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心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理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心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理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谢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心，因为我们的赞美是因为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能够更加的成长，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在赞美里面来尊主为大。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赏赐丰富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也再次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奉献。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丰盛的赏赐，让我们一起在奉献当中来经历神要赐福给我们更丰富的生命跟祝福。我们请子安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赏赐满满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中都能经历到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我们都可以靠主得到解决，得到刚强。我们要将我们一点点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将这些钱能够使用在主你国度的事工上面。我们将以下我们聆听讲道的这些环节都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从正确的出发点开始做起。那你可能会想一个问题哈，那什么是正确的出发点？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不是走在我神给我的感动的路上来走嘛？好，但实际上呢，因为Daniel 哈，可以请那个金玉老师哈，可以小声的跟他讲，没关系哈。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其实我们要用什么是正确的出发点哈？牧师在准备这个讲道篇的时候，其实我意识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出发点嘛。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那牧师你要怎么跟我们讲什么是正确的出发点？那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其实我们都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时间点也不同，来解决问题，那处理事情。可是呢，你一定可以理解，当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跟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做一个正确的开始，对不对？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作为开始，然后去达成那个目标，这是可以同意的，可以阿们的嘛，对不对？那
当你有这样子正确的出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就可以迅速而且能够快速的达到我所期待的。可是大部分你会想到，当你发现你走过一段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路感觉好像都白走一样，好像觉得说早知道我就这么走，早知道我就这么做决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人，包含很多的成功的人，甚至有一些什么富有的企业家，还有一些知名的网红 YouTuber， 你只要发现哦，你只要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在行事作风的话，你会发现你会不会比一般人更快速的达标？会不会？其实是会的。所以呢，有一个乌申斯基哈，这个是一个19世纪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教育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成功的选择劳动，并把你自己全部的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我要问各位哈，你们觉得幸福会找到你？你会选择劳动吗？会，应该不是吧？有些人会认同，可是不见得所有人会认同，就是选择用劳动的方式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可以尽情的把我妈妈给我的钱，我所赚的钱，好好的去犒赏自己，好，把它全部花光，然后下一个月我再继续努力再去赚。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成功有钱的人吗？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呢，这个教育家他说，如果你能够成功的选择劳动，那么把自己全部的精神灌注到它里面，你会发现，你会觉得我怎么做我都会觉得怎样？我无时无刻我都在劳动自己，都在工作，而且喜乐哦，是喜乐的哦。那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你就会发现，哎，这句话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我相信，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同的。好，那甚至爱迪生也讲过一句话，他说：登高必自卑，自视太高不能达到成功。因而成功者必须怎么样？培养泰然心态，凡事专注，这才是成功的要点。有人认为他的成功，他觉得怎样？我很喜欢夸耀自己，夸口。可是你会发现，他有没有成功？你看得出来，他时常都在埋怨，他好像怨天尤人，他觉得他自己并没有比别人成功，所以他时常都怎么样？他不会怡然自得，培养那种泰然的心情，他不会。因为他不专注在他的问题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我刚刚提到很多成功家、富有的人，甚至知名的网红，你只要学会他们正确的态度、方法，你的生命会跟他们一样卓越。阿们，这是你可以认同的吗？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你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谁是我们生命的最主要的目标？你有什么目标？你有很多你想要去创业的目标，你在你的信仰上想要怎么样去得到上帝的喜悦？那什么是我们生命上帝所喜悦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有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们其实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上帝都会喜悦，而且我们所做的事情，你都会很有 power， 很有能力。所以有一句话说，在我们心中有上帝作为我们一生甚至我们教会的蓝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有目标，而且开始有意向。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命需要有意向。你的生命需要有意向。那我要问各位，你相信上帝要透过你去完成事情吗？不太一样哦。刚刚你说你需要有上帝作为你的生命当中的意向嘛，对不对？问题来了，我现在问各位，你相信上帝要透过你去完成事情吗？好像不太一样了哈。我们开始就取舍，真的吗？有吗？我可以吗？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马太福音第9章27到29节，2个瞎子得到医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2个瞎子跟着他，然后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进到房子，瞎子就来到他的跟前。耶稣就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情吗？”他们说什么？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注意哦，你们相信上帝要给你
富足吗？上帝是不是赏赐富足的神？是不是？是。那你们现在来找，假设我是耶稣，耶稣你来找耶稣啊，我希望得到我生命的富足，我的产业的富足，你赐给我的吧。然后耶稣说，看来你是想要真的，你现在很缺乏，你想要对不对？好，然后说你真的相信吗？你来找我，你真的相信吗？你说我相信。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这样了解那个关系了吗？其实很多，当我们正视我们问题的答案本身，耶稣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个人的答案是多么的重要，懂我意思吗？其实，当我们刚刚在唱赞美，就是怎么样？信心不断升起。赞美就是要信心不断升起。一个人会赞美，一个人的生命会喜乐的唱出赞美的声音，讲出赞美的话。是因为他的信心生命不断的在成长。所以一样，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置不肯。这句话讲到很多，当你希望上帝救你的国家，救你的生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回转向神。你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学习专心，我们学习专心在看自己的生命的意向，而且听正直正确的话语跟启示，而且甚至听到救恩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生命的价值哦。我再讲一次哦，这个很重要，你可以看着文字去思考一下。当你专心看重你自己的生命的意向，而且你知道这些话语可能你听得很不舒服，但是它是正确的，它是应该的。可是你听得很不舒服，就好像你知道你自己的在困境当中，但是你仍然不会跌倒，你会看出你生命的价值，而且安稳的生命观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发起。而且你也不会因为自己经不起考验而怎么样，失去了追求生命的意义。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毕业典礼上面有一个校长，他就一句话什么都没讲，手就拿着一张10块钱钞票，然后对着1000名的学生就问说，谁要这10块钱？然后所有的1000个很多学生都举手说我要我要我要。然后后来这个校长就把这个钞票就把它揉一揉，丢在地上，然后再把它拿起来，谁还要？还是有人要。校长又把这个钞票呢丢在地上，然后脚再踩一踩然后甚至呢吐口水呸呸然后弄得很脏再把它捡起来他说谁还要？有没有人要？有，还是有人要了，懂我意思吗？还是有人要。各位弟兄姐妹，这10块钱它有贬值吗？它没有贬值，它的价值依然存在。这个校长他激励的告诉的这些年轻朋友，这些学生，他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你们会像这张钱币一样，随时可能会被逆境击倒，甚至会被碾得粉身碎骨。但无论如何，你们永远不要丧失固有的价值。基督徒，你有没有固有的价值存在？有。你服侍神累不累？很累啊，牧师也会累啊。时常绞尽脑汁啊。我们的教会已经盖好了，我们人也不多，可是事工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去投入的地方。可是我们人不多，我们需要赶快带人。我们甚至每一个同工，你们都很辛苦，牧师都看在眼里，时常为你们祷告。可是你知道吗？你的生命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你做的每一项决定都非常的重要。环境怎么困难危险，但是当我们知道生命珍贵的价值观值得我们去守护跟维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为别人带来祝福了。阿们。可是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应许，你没有抓住这个生命价值的关系在的时候，你的服事会为你带来祝福吗？不会，它反而会让你觉得厌倦，
而且会让你想要放弃。所以，你们觉得战争会不会帮助人？好，我们大部分认为说战争好像不会帮助人，应该是把人的生命推向死亡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战争，上帝让我们现在的世代经历战争，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战争，可是上帝已经在预备我们的心，好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在曾经一场战争里面，有一个上尉，他忽然发现有一架这个敌机哈俯冲过来的时候哈，而且呢正准备照常理来说，发现敌机冲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上尉他并没有马上倒卧趴着，他没有，他发现在远方4-5公尺那边有一个小兵啊，有一个小兵他还站在那里。他就没有这个上尉，他就没有不管什么原因，他就冲过去就把那个小兵就把他抱起来，就把他压在地上了，因为他知道危险来了。后来这个飞机就砰一声，就刚好炸在哪里？炸在他原先站的位置上。这个故事很简单，你知道吗？当他起身的时候，看一下啊，我刚刚站的位置就是飞机跌下来的位置。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希望想到的是什么？别人来给我帮助，对不对？我期待别人帮助我，因为我很软弱，我很需要。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救到你自己？有啦。这个上尉他救了他自己，可是他的心原先是要帮助别人的。所以圣经里面说，箴言3章27到28节说，来，我们一起来念哈。左边，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有人需要帮忙，立刻帮助他。有人需要帮忙，立刻帮助他。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牧师，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来的时间跟金钱、心力再去做上帝的工作，去帮助别人？我们再一次一起说哈，你要好好了解自己经历问题的程度多或少。你要好好了解自己经历问题的程度多或少。这什么意思？牧师在教会建堂的时候哈，学到很多功课。第一个，当教会经费不足的时候，有人因为教会的资金不足，选择离开。他觉得说教会没有钱，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建堂？他认为问题的程度何必呢？他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所以不需要建堂，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可是当我去好好了解到教会的问题是在很多事工上面无法做的问题原因，很多人是看见了因为硬体的需要跟不足，所以在很多方面，甚至也有很多的教会的牧者，他们说你们教会都没有钱，为什么要建堂？我心里想说，难道我们都不是靠上帝吗？上帝所赏赐的能力不是富足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走过来，有没有感觉到？还好我们走过来了。所以上帝给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不是烦恼，也不是担忧。上帝给我学到的功课，是让我知道我不需要担心，因为上帝会为我预备。而且当我专注在我的困难的问题上面的时候，靠着上帝的带领，我发现上帝给我的却是更好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得到这种东西？好，我期待你也能够同样得到这种概念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做梦，我们都需要做梦，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正确的出发点开始着手，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要往哪里去。好，这个概念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知道说这是上帝应许的，而且上帝会祝福的，而且你明白这个是好的，那你就好好去做。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这样子去做，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去做哈，加油哈，大家一起加油。我们知道哈，要盖房子需不需要蓝图？要，这个叫竣工图嘛，哈，蓝图。
需要蓝图；开飞机飞行员他也需要有一个飞行计划、飞行记录；建造教会也要有蓝图。所以其实牧师开始有在祷告当中，真的上帝在启示我，告诉我说，我们的同工，我们教会需要开始做门徒训练。好，上帝已经给我们硬体，我们也很多人在投入。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神会我们自己会带给自己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好，那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做门徒的训练。那我们晓得，假如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去学习、去跟进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会走在那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常常读经祷告，你要常常读经祷告，自然我们的生命就会带到改变，而且进到新的方向。所以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不管你是带幼儿的，或者是带青少年的，或者是在学校工作，做任何工作，你都能够好好的把上帝的话作为你生命传福音、影响人、祝福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读经祷告。好，要读经祷告。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创世纪15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是先开始而已。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这个故事我要先讲，牧师要先带大家回想13节、14节里面有一个段落。我们知道，亚伯兰他的亲戚罗德，对不对？那罗德他住在哪里？有机会你去看13章，他是住在俄摩拉。俄摩拉。那但是俄摩拉是什么地方？是罪恶之都，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有机会你去看13章里面后半段，你就会看到。但是罗德他当初选择了哪里？就是俄摩拉，而且那个地方他觉得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足的地方。可是呢，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选择哪里？他选择是迦南。好，而且上帝也应许他，你在迦南地你要得到丰富的产业。这2个人的选择却决定了未来的道路。好，我要再讲一次。这2个人的选择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当在第14章创世纪14章里面就讲到，当时候有4个王，他们来攻打5个王。那我不详细讲这个故事，我只讲这4个王来攻打5个王，其中有1个王，那一个王叫做基大老马。基大老马这个王呢，最后是由亚伯拉罕怎么样攻打成功？懂我意思吗？他后来就收复了他们那一些土地跟财富。可是呢，对亚伯兰来说，他攻打了一个这么强大的人。你如果突然间你原本看这个人，你都不会比他厉害，你也不会比他更强。突然间你打垮他了，你的心会不会担当嘛？会不会？会不会？今天如果牧师很会讲道，突然间静瑜姐突然有一天就站在这里跟大家也在讲道的时候，你也会突然间觉得什么？我有没有办法像吴牧师这么好？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样，在我们今天看的，他说这事以后，就是在讲14章里面的4个王攻打5个王之后，然后亚伯兰又把这个基大老马攻打，把他击垮了。然后呢，上帝他知道亚伯拉罕心中是害怕的，所以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赐福你，赏赐你。”了解吧？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亚伯兰他在恐惧当中，可是上帝却告诉他：“我是你的盾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是你的盾牌。”上帝是你的盾牌。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美好的意象，给他什么意象？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对不对？而且让我们不要害怕。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遮盖，所以不管教会建堂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做的事工，
或者是在我们跟人的应对上面的问题，我们都不用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而且上帝是成为人的赏赐者，人不会缺啦，不会缺少。所以上帝在很多在应许亚伯兰的这件事情上面，他都告诉他，我要让你的未来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样懂我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在看这段故事，我们大部分是放在哪里？我们是放在上帝的赏赐会很多，可是我们都觉得那不可思议，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亚伯拉罕他也有害怕。可是当他看清楚上帝给他的意象的时候，他就成为真正富足信心的人。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在后面15章2到6节里面就讲到，他说什么？亚伯兰他说了，好，亚伯兰他上帝应许他之后，其实亚伯拉罕他还是他就说他的问题，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赏赐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了，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呀。好，这个是是还是义？后世。后裔，好，谢谢。牧师突然间宕机哈。后世了哈。好，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后世啊，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带你的门徒，你要带出你的孩子啊，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我们的教会不要一直在看那些今天有新朋友，而且他是从别间教会来的。我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生产出来的，懂我意思吗？一间教会它的吸引力不在于我们看到有新朋友来，我们就高兴，不是。其实牧师在看到有一些新朋友来，我非常高兴，我们教会是非常欢迎的哈。但是有一点，我们每一个在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概念。那不是我们亲自出去外面传福音所带的那种弟兄姐妹，他在我们当中不见得会长久。好，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所带的学生、小朋友或年轻朋友，甚至我们的家人朋友，那才是真正我们带出来的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上帝他跟亚伯兰在第7节到第12节里面就开始讲到的立约的问题。你必须要献上，你要宰羊宰牛，而且要抓这些斑鸠，抓雏鸽。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机会你们自己回去看，从第7节到第21节里面谈到叫做立约的问题。所以我们新约的里面讲到说，我们必须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背十字架，进入死亡，然后重生复活，对不对？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上帝也应许亚伯兰这些产业之后，他也告诉他们，上帝说，第5节说，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后面我刚刚讲到7到21节就是行动的，你必须要献祭那就好像我们进入死亡，我们透过那一些，他们当时候是透过献祭。那现在你献什么祭？我要问各位，我们跟上帝做立约的工作，我们献什么祭？要不要生命的代价？要不要？所以跟你旁边的同工朋友讲一下为主服侍做工很辛苦。为主服侍做工很辛苦，那就是代价，懂我意思吗？那就是我们献祭的代价，那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如果你发现我不想做了，我不想服侍了，我告诉你，那就等于你不想献祭啊，懂我意思吗？不想献祭，我觉得那你也不会得到太大的祝福啊。好，那所以牧师非常鼓励各位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意向。有一个雕刻家叫做坡格伦。这个坡格伦呢，他是一个很有名，他打造伟大前美国总统林肯一个半身的雕像。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这个在建在山上的这石头，
其中也是一个他的这个雕刻的著作。那有一次波格伦他每天雕刻之后呢，每次呢都会有一个女清洁工帮他打扫。几个月之后呢，这个波格伦他被邀请到一个中心去到一个典礼当中，要对他的这个雕刻的艺术品做揭幕。在那当中呢，当天呢，那在结束之后呢，当宾客都散去以后，这个波格伦他就问他这个打扫的清洁工，他就问他说：“你认为怎么样？我这个雕刻怎么样？”这个女清洁工他就思考了一下，冷静地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会知道林肯先生在那一块石头里面呢？因为其实这个波格伦他的这个著作，他这个雕刻出来，大家都哇，太棒了，跟林肯总统前总统太像了，他把他的生命好像雕刻出来。”然后这个清洁工他就问他这句话，因为波格伦就问他：“你觉得我的雕刻怎样？”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林肯先生在那块石头里面呢？”意思就是说，这块石头他雕刻得非常好。他就问他这个，牧师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你所信仰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知道基督教，你所相信的上帝会为你带来祝福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上帝会带来祝福，你怎么说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东西我时常在想。所以有人说，一个人有了异象，他就像什么慧眼识珠，有没有？慧眼识珠是什么意思？聪慧的双眼能分辨什么是真的珍珠嘛，对不对？比喻有人的这什么眼力能够辨识人和事情他能够什么？有异象的人，他可以看见可能性的能力。有异象的人，他会预见事情可能会如何发展，他都看得出来。所以其实牧师很鼓励各位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有异象，你要有异象。好，再跟他说也要有信心，也要有信心。所以有异象的人，他见到神所见的能力，他会看见神所赏识的动机，对吗？他看见上帝所见的能力，他那个能力上帝的能力是要带来什么作为他看得出来。所以其实为什么牧师时常在告诉各位，上帝给我们教会真的很丰富，而且带给我们每一个做工的人生命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所以很多时候上帝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看到？好，所以意象跟信心是相辅相成的。信心产生了什么？意象，意象点燃了你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这种态度的这种概念，你就会越来越富足的生命，而且有意象的生命。希伯来书在11章第1节说：“信，我们一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清明节时节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在旷野空地啦，在放风筝。那因为风不太顺，那很多时候他在那边一直放着，天就暗了，看不见风筝，可是他还紧紧拉着那个风筝，然后站在那里。有一个老人家他就走到他旁边，就问他说：“你站在这里动也不动，你到底在做什么啊？”这个小朋友他就说：“我正在放风筝啊。”这个老人家就看着天空哪里有风筝啊？这个小孩子就说什么：“信不信由你啦，风筝虽然看不见啦，但是我就是知道有一个力量一直拉着，所以我知道有风筝。”同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多事情，一个人在做工，很认真的在做上帝的工，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见得看得到，对不对？就像那个老人家一样。可是对这个小孩子，他知道他在做工会为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因为有一股力量一直把他拉在他的生命里面，跟上帝拉在一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事工、管理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能做的事情何等的多，但是我们必须要常常问，我们能做的事情、事工上面，我们用什么正确的出发点做开始？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要将教会大桥教会的事工放在大桥里这个新的地方？我们以前在安康里，对不对？那现在上帝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思考，如果教会只完成了4件事情，会是哪4件事情？好，我们要想到哦，教会完成了什么事情？哪4件事情？我没有答案。好，但是这4件事情你能不能讲得出来？好，第3个，我们的事工有多少成分是要去收割，而且成熟的庄稼可以去收割的？我们带的小朋友，我们带的年轻人，所以牧师时常在陪伴这些年轻人，我一直在想，包含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4个都在主日学，对不对？你们也会有压力哦，带着牧师的孩子，到底他们回到家里会不会跟爸爸妈妈讲什么？我现在因为这是牧师的孩子，我开始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在想，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办法让我去收割他们？说，你这项事情已经会了，你的功课到了什么进度？我时常在做收割、检视我的孩子的生命状态。那我也要问各位，在我们的事工上面有多少成分我们已经可以收割？还是我们只是反正就我时间到了，我该来我就来，该做的我就做。好，有多少成分是我们需要去照顾的庄稼？我们真的要去回想，其实不是单纯的把我们的事工做完就好。我觉得一个人生命的需要去这个庄稼是需要我们去喂养它，补足它的需要，跟它浇水，跟它补足营养分，给它鼓励。好，第4个，我们需要想的是，假使我们的教会只有10年的寿命，也就是说，现在2022年了那2032年大桥教会如果要关门大吉请问什么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当务之急的工作？了解我意思吗？什么是当务之急的？第5个，如果我只剩下10年的岁数了我愿意在什么样的职务侍奉上面全力以赴？好，我现在43，牧师43，10年后我53岁，好，很快哦，时间很快的哦。10年后我还可以像现在一样吗？甚至我要投入什么样子的奉献的工作？最后，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潜能还没有为上帝国开发的？好，所以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正确的出发点，把握住那个时机来为主所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主喜悦。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赏赐生命丰盛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激励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有许多在我们的意念上，在我们的想法上，我们期待更多的突破，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我们期待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决心。我们期待委身，但是我们常常感觉没时间。恳求主，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常常用祷告警醒的态度，在祷告里面来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跟启示，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意向、有信仰的生命。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更多的明白，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跟启示是什么。当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行奇妙的大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经历上帝你奇妙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人的心有多么敬畏神，在我们经历神的神迹当中，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向你献上感谢，祈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恳求你继续带领祝福在我们当中的 Daniel 在今天在我们当中一起透过华语的敬拜来领受神你的祝福，也愿神祝福他在未来的道路，不管回去德国，或者在他与金玉老师生命的服侍神的道路上，我们都恳求神祝福他们，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服侍主的工人，也是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传扬福音、祷告的殿，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地方。谢谢主，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纪念在每周六晚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同一时间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愿神赐福大家，愿你平安。